荔枝病的话呢，其实是由于我们很多人空腹吃了大量的荔枝以后的话呢，出现的一个疾病。它从医学上严格来讲的话，它应该是属于一个低血糖急性脑炎综合征，并不是说所有人我吃了荔枝都会有。因为本身荔枝里面的话呢，还有一个次甘氨酸 A 等的一个多种的一个物质，它会抑制糖异生。另外一个的话呢，它因为有果糖，一旦摄入这边太多之后，它的胰岛素分泌增加，糖不足，这时候出现一个低血糖的反应，严重的话呢，甚至会致死。荔枝病最高发的一个人群的话呢，真的是小孩。荔枝病的发病的症状跟我们糖尿病低血糖就很像，包括有头晕，包括有乏力，甚至有人会有一个脸色苍白。那这时候的话呢，首先最重要的话呢，就不要再吃荔枝了，尽量让他自己就坐下来好好休息一下。如果手边有葡萄糖是最好的，这一块呢可以给他摄入，一般推荐量的话大概是15克左右。就是说你像我们一些白糖那一类的话也是可以的，但要注意的话呢，就不要再摄入果糖这一类的，不然的话可能会导致一个症状的一个加重。巧克力是没有问题的，巧克力里面的话它就是葡萄糖，甚至可以短期内它能够把血糖升起来，其实还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。第一的话呢，尽量不要吃那种未成熟的。第二的话呢，小孩子也是要，特别是要注意，尤其是4岁以下的，那量里面就是要控制，尽量不要大量的空腹的吃。最好的话呢，饭后吃，成人8到10颗，不超过10颗是没有问题的。小孩子的话呢，最好就是5到6颗左右吧。另外一个就是说，像一些病人如果他本身有糖尿病的，这人的话可能容易就出现低血糖的情况。这些人的话，如果吃也要注意，因为本身它会导致血糖的一个波动，所以的话呢，吃也可以吃1到2颗，尝一尝就可以了。所以的话呢，荔枝虽好，也要理智的吃。